甲镜头所当的台湾，这嘛是一个大乌龙大错误。今年全国高中的技艺竞赛商业类中餐煮食这个学科的考题，误用到去年的考试单，讲这个考题是甲去年的一模一样。有学生甲家长大喊无公平，教育部长潘文忠嘛讲，这是重大错误。老师嘛承认咯，讲咧纠档案的时阵，纠甲叮当去。也毋过主办单位讲，学生应该拢看过去年遮的考题，所以决定无要停考。学生把握时间用心练习，就是为着要伫这场全国高中技艺竞赛赢，要替升学管道加分。新北市东海高中，因为表现真好，上台领奖才受表扬。原本大家庆祝，即马所传出今年商业类似中餐这种的学科试题，用到去年的试卷，考题和去年一模一样。详细来看试卷，无讲过俩准时降1分，因为唯一的差别，敢若下年无共50题选择题，毋那题目全部拢相共，而且连顺序嘛无换。因命题作业疏失与110学年度中餐烹饪职总学科试题一样，将会针对此一疏失再做深刻检讨。煮中餐这种的总调嘛，都是出题老师需要先认有唔着档案，造成今年的试题和去年相同，应变小组会议决定无要停考，因为学科成绩敢若占20%，学生嘛应该拢有看过题目无公平问题，决定要是以实测成绩来做竞赛的学科成绩。我觉得这真的是太荒谬的回答了。接下来呢，不止考题一模一样，答案还不一样。不过奇怪的是，明明是降1分考题，去年字拢无问题，今年却会当找到错误。这个确实是一个行政上，我们应该来做一个检讨的措施。想在这方面呢，我们还是更严谨的，会特别请国教署，能够有一个专案的小组哈。针对这件代志，教育部讲已经有做专案小组，会会同承办机关新北市教育局去学科，还有术科的考场，要了解是倒一个环节出问题，嘛针对全部这种成绩计算来进行复查，而且嘛来做检讨。